甘蔗规矩客。咱台湾原本是宝岛，过去400多年来受到外来政权的统治，以及家己百姓袂晓保惜，致使咱今仔日所徛起的环境，已经无法度搁再恢复亲像过去遐尼水的岛屿。台湾光复以前，受到日本人统治50年久。虽然日本政府对咱台湾多多少少也有淡薄的贡献，不过大部分的开发拢是在供给因家己本岛经济的需要。当时伫日本人开发的项目内底，蔗糖是其中上界出名的一项。对大甲溪以南到伫屏东平原，四界拢看会到蔗糖会社。载甘蔗的小火车路，搁较是伫甘蔗园内面转来转去。其实制作糖的甘蔗是无啥有水分，肉是红花红花，食起来是涩甜涩甜，一般是无人在食。普遍着咱所在食的甘蔗，肉是白色带黄的，水分较侪又搁甜，大人囡仔拢爱嗑。总是若要嗑甘蔗以前，拢爱大先将甘蔗皮卸下来，然后才搁将规支甘蔗斩好一节一节，安尼比较好嗑。若有人要食甘蔗，是将规支压起来嗑，伊就是无斩好规节，所以甘蔗规支嗑意思就是无斩节。斩节伫咱台语内底是属于较粗鲁的讲法，伊原来是节制意思。另外一种较文雅的讲法，目前已经真少听人在讲，就是准节。一个人无论讲话、做代志，也是各种的活动，拢袂用得伤超过，应当爱有一定的准则才好。若无，就是甘蔗规支嗑，无斩节。一个聪明又阁有才调的人，做人处事，若是毋知影通准则，就可能去伤害真侪人。圣经甲咱讲，有知识阁爱加添准则，彼得后书1章6节。毋望咱拢毋是做一个甘蔗规支嗑的人。甘蔗规支客。咱台湾原本是宝岛，过去400多年来受到外来政权的统治，以及家己百姓袂晓保惜，致使咱今仔日所徛起的环境，已经无法度搁再恢复亲像过去遐尼水的岛屿。台湾光复以前，受到日本人统治50年久。虽然日本政府对咱台湾多多少少也有淡薄的贡献，不过大部分的开发拢是在供给因家己本岛经济的需要。当时伫日本人开发的项目内底，蔗糖是其中上界出名的一项。对大甲溪以南到伫屏东平原，四界拢看会到蔗糖会社。载甘蔗的小火车路，搁较是伫甘蔗园内面转来转去。其实制作糖的甘蔗是无啥有水分，肉是红花红花，食起来是涩甜涩甜，一般是无人在食。普遍着咱所在食的甘蔗，肉是白色带黄的，水分较侪又搁甜，大人囡仔拢爱嗑。
总是若要刻甘蔗以前，拢爱大先将甘蔗皮卸下来，然后才阁将规支甘蔗斩好一节仔一节，安尼比较较好刻。若有人要食甘蔗，是将规支压起来刻，伊就是无斩好规节。所以甘蔗规支刻意思就是无斩节。斩节伫咱台语内底是属于较粗鲁的讲法，伊原来是节制的意思。另外一种较文雅的讲法，目前已经真少听人在讲，就是准节。一个人无论讲话、做代志，也是各种的活动，拢袂用得伤超过，应当爱有一定的准则才好。啊，若无就是甘蔗规支刻，无斩节。一个聪明又阁有才调的人，做人处事，若是毋知影通准则，就可能去伤害真侪人。圣经甲咱讲，有知识阁爱加添准则。彼得后书1章6节。望咱拢毋是做一个甘蔗规支刻的人。